是款后生太上古，要我太下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涂志忠啊。中古又到了你老后生人大追古嘅时间吼。讲到台湾的文化，你摆列这件事情，蛮乃是看得到。不管係抢匪神子啊，有交去嘅时间，要去摆列；有新的店的开嘅时间，同样去摆列。大家看新闻咩啲？有一摆嘅端午嘅年假嘅时间，嘅雪山崩空啊，差不多36點鐘晏晝，是看得出來台灣人真經同好擺列嘅哦。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下來討論一下。記得到擺列嘅時間度過乜嘅新鮮神奇嘅事情哦，眾場歡迎。之前老大家小記到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去日本都會特別擺列嘅是鬆餅嘅質疑。哦，最近係到台灣的文化傳到全世界呢。哦，安的文化大使頒給你真夢感謝安之姐。這是我們的美德。哎，感情係美德，啱啲哦嗬。第一集老大家小記到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味道色、味道翕相擺列嘅李家。就係完美行程。是，我本身唔係完美，就係美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第三集老大家小記到係認真。大家好，我係為事前用用路來聽傳，安尼就50擺列嘅，含做得上時間嘅認真。哦，就係天啦，這是利用時間，佢就係挑得利用時間。時間管理大師，謝謝。好，第四集讓大家紹介好心。大家好，我係為到新鮮和本來有興趣嘅東西去擺列嘅好心。聽咗讓大家紹介就係飛天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飛天啦，我係就比較性嘅東西就會去擺列啦。哦，有必要嘅東西將我去擺列，唔過咁正經有樣，但擺列可以為到兩個必要性嘅東西冇，咁正經有其他例外嗎？等下來看哦。所以老太啊，小幾度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根本就唔好擺，唔過鋪到唔錯貨，果不擅長，閒係愛去擺嘅小鳳。嘉義是講啲統合不一樣。你專係愛成語哦，啱冇係講聽到，不過睇真係講到，家講到按到，還有家有講到嘛，大家去想下看個新聞，個雪山崩空，差36點鐘，係咪個意思？大家就漸落去2啦，去了啦，就看得出台灣人真經同好擺列嘅，你後問大家講，你自家係好擺列嘅一個人麼？該自己先來講下。我感覺我係冇一天，因為那些我看亞洲東西，係唔係我真正當上去食嘅，當上去賣嘅，還有亞洲東西係咪非常嘅難得，當做的食到嘅，我就會非常願意去擺列。那些出國嘅話就一定會擺列嘛，還有鬆餅就一定會擺列。這是什麼邏輯？就係外國月亮比較唔過我非常大聲哦，那些我順後有朋友啊，有男朋友，你向下催發，我就會問佢嘅想法，佢哋嘅想法。哦，古時到最尾就以上呢啲擺天天。係啊，真嘅，因為可能我男朋友冇想去擺列，我朋友咩冇想去，我就講，冇有嘅人掉去昂啊，我去擺。誒，今日嚟做你行錯過。今日嚟做咯。真嘅多嘅掉去，我就講，佢家進來，到嚟，佢就轉來，我買千多嘅東西。而家寫死原因啊！唔係啦。我遲到後咧係東海風，因為你好擺，我可上可能唔好擺列了。你說好，沒關係，那我來拍，我開心，我歡喜，我走的。安尼，我會讓你做朋友。然後我做朋友。我會讓你做朋友，安尼朋友我好。好，誒你家咧，你係就好擺列嘅人。我當好擺列嘅啦，唔過迄個我每日將自己安慰態啊，迄個大家愛時候向好嚟擺啊，係冇？係啊，唔過我知道啊，擺列其實真係有其上癮嘅素材，無論係名錄嘅小雞啊，又係家私便宜啊，我知道擺列聽說有幾個原因啊，唔過加上有啲人我知道，愛去食東西啊，一擺列啊，聽說一種好食，唔過唔好食嘅方面，我就會知道可能係其七家。其他狀態才會什麼樣？你啲仲要按照乜嘅？心理學上按照羊群效應，對，但種羊啦，一定有一個領頭羊兩頭，然後大才個向前，結果後背嘅羊啊，全冇頭。冇跳啦，冇係其他嘅，我聽定哦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佢會讓係跪親嚟就向前行。但全部一般來講哦，冇按緊呢張案嚟。好，就冇做冇意嘅人。太容易啦，
即讲你总共就要填中嘛，给填4项，有对新的东西，大家一窝蜂肯定穷下去，所以羊群效应讲理解安尼嘅经验吼，给印证你喺羊群效应嘅用嘅冇？我当然唔係用嘅啊，吼，有上是黑啦，煮诶，就係小煮我係用嘅咩？OK，真都較難食咧。係用你嘅。真嘅小豬哦，你個真嘅小煮嘅啦。唔講係有上是咪做用嘅，我看情形，我係真嘅用嘅，老李家冇咁用哦。迄個我一個東西啊，慳白慳做得來，啊慳做得買得到，跟住就唔會調試去一個時間去認獎人啊。比如講先開一間傳堂，你就知道，哎呦。經捱慳白過來，定佢風潮，定佢時行推踢，牽頭推踢，捱當嚟。古時唔會擺，一般來講係看佢差唔多愛彎嘅。該用是最好，因為冇命冷場。啊，唔講咩代表唔好食，唔講我看啦，迄個種吼漢白係用機飛嘅，就唔會調試去擺咧。迄講迄個鐵贊咩好啦，嚇，迄個鐵皮當外國啦，吼，係機飛較難得嘅，我就會去調試擺一下，我真正動有興趣嘅，我將會花時間。係真嘅用嘅啦。啊，主要要自己要注意嘅嘢啊。有頭腦嘅用。定下我咪係有錢嘅，動錢嘅用。而家都唔知。動錢嘅用嘅啊。而家動錢嘅亂。睇下都係同學擺咧啊。好，辛苦感謝，謝謝李家嘅分享，辛苦你。該飛起咧，你始終自己係好擺列嘅人嘛。我唔係好擺列，我頭先是講過，有比較新嘅東西，我就唔會擺列。不過大部分我係唔會去擺列嘅。哦，大部分係唔會去擺列嘅。比如講，你係我去拍風頭餅，其實冇可能嘅事情。我是當然即大體唔會塔到體類嘅東西，我是唔會去擺。係啊，前幾日講嘅風頭餅，愛吃家人會愛吃家人，就是講哦，如果要超過20分鐘，愛是想講要順風。考慮。因為吃到那東西，夠難食，唔會調難食。好了，它就是很難吃，它一再來 shake，你就覺得說材料真去做好了。嘿，佢就酸咧，佢就酸咧，好，佢幾難食就酸咧，幾好食，你就想講嚇，每到咧20克嘅東西，我要擺30分鐘，就知道。又都要順風。晏做定，晏做定。嗰時候嗌就最好啦，自己做朋友就按呢原因，因為老嗌擺，嗌膚淺不易擺。嗌來擺，都嗌來擺，你做得啦。嘅小鳳加一開始就講到自己唔好擺呢個。係啊，根本就唔好擺，一擺通嗌就冇，因為一般來講我擺吼，應該就係細細個熱到啦，吼，無就一條那又曲到啦，唔使衝到啦，滷到扁啦。你上唔愛糖啊，因為嚟啲口味較菜體嘅，那一般來講，我三川啊專門食嘅偏東，豬腳、控肉、個鳳肉，安尼就做得咧。哎呦，喊較高。其實買嘅都好食啊，我買啲冇用氣啊，冇用。冇用啦。佢唔見識，會非常好唔大眾嘅人。唔過因為要按到兩款咧，嗬，衝嗌。嗌咩冇辦法唔點啊？因為嗌黃太太啊，佢有一擺佢學到嘛間東西唔點啊？佢學到嘅泡芙啊。佢一粒60條啊！嘿，一粒60條，做你買一隻偏東嘅，你知道？佢有一隻吹隻口味哦，誒抹茶口味，佢就拿個桶匙要空嘅哈，天天人多似嘅，人多似嘅，篩子。嗱，佢哋就小口轉一下，天天就10條，就咁10條。啊，你嘅泡芙係切10條啊？啊咪哦，佢切10條，就按咧，佢接落去唔會爆嘅，你有冇東西？冇係同講，跟這個係一種心情，係一種小確幸。知道係一種採購啦，係一種心情。從安尼吼，會散入去嘅勢來，唔笑啦，唔低啦。最近吼，我知道吼，嘅網台吼，嘅心肝就係隻少女心。拜託，人嘅良心都在啲那邊哦。係啊。你嘅良心都在啲那邊。好嘅啦，你話衝過去。好啦，老人家嘅講嘅，佢哋都唔識。好啦，唔好講啦，講轉來講正經，本大家上下要上講麼？係到底係北普音好擺嚟嘅，南普音好擺嚟嘅，係中普音、東普音，台灣哪一隻為所嘅音好擺嚟嘅？後先生來講下。其實我會用好擺列嗰啲技法來講，我會用下習慣做呢一件事情。係，我嘅感覺北普音下習慣做呢一件事情，尤其係台北。擺嚟嘅咪要習慣，係要習慣，因為哦，台北已經長島咧，啊長島你去到那邊哦，梗係冇擺嚟嘅是凍，梗係凍奇怪啊，冇干冇晒咧。尤其哦，
你看啊，错该插运啦，错该贡差啦，全部就要摆。哎，莫说慢慢来抢票啦、抢购啦，该都那些莫摆的咯，该是世界太乱咯。真嘅冇干冇晒，真嘅會可能係因為白普人平常時這是日常生活日常嘅生活，佢當慣嘅係冇嘅，阿自然因為。我沒講過白普人清好擺列咧，因為我自家就係白普人。不過我講過北埔、中埔、南埔擺列擺嘅東西冇嘛共用。從白普人就清好擺嘛該王美咖啡店嘛，亞茶王美啊，還有嘛該傳統啊，新嘅傳統啦，還有我講過東西個係百貨公司，每位去老年人家人去擺列咧，我就說為嘛該冇等嘅時限過了後，將去慢慢嚟往。咁奇怪，唔過我係喊埋去啦。見到可能吃到會冷，然後大家傾下去嘅時間較少。他有感覺，他有感覺。那係寒天去嘅時間度度好。給阿燕子你吃到咧？我知道吼，擺列嘅咩係一種習慣啦，從永遠就習慣嘅。做用嘅共用啊，咩係白普人較好做用嘅哦。像啊有乜嘅新開嘅店嘅啊，你看之前嘅乜嘅泡芙啦、蛋撻啦、甜甜圈啦，吼，還有前一步嘅哦，嗰啲甜甜圈嘅口味係共用。不過當講吼，有一個黃色老鼠，開始然後就擺到哦。你去嗰邊想去買有冇？你去嗰邊想去買？來高雄我就冇想去買咧。你咩可以買高雄我就冇想去買。我來老太太解釋一下，那個沒有擺列。真嘅，你下幾時冇效咧？唔過咧，我必須講，唔係代表講南普人唔可以擺列嘅，唔好食按你形式嘅東西哦。我知道吼，佢係較真嘅用嘅啦。像我南普嘅朋友就講啊，吼，叫做頭擺米嘅店啊，吼，太時間就會錯開那個時間去吃，彼此有達到一種默契。除非嘅店嘅吼，係營業張開3點鐘，太時間吼就只會在那邊排3個小時。好唔起眼用嘅，我已經唔係，佢就買3點鐘買。就是用名店啊，你3點鐘就穿喇叭咧。唔過大家講到了對吼，真件我最近大家講，真件係唔係白普人好擺咧？強勢咪想一下吼，唔知咁咪想下，假使本意。真件可以擺列嘅，因為為到馬街來擺列，真件我要擺列嘅時間，唔最多做得元素有結構嘅時間咧，等下再嚟繼續老大家大嘴鼓了。種酸嘅 Q 所以開始誒，可以連到嗌哦，高啲用3年哦，再連到嗌哦，那個公眾型嘅佢就講啊排泄啊，嗌掉嘅公，你阿媽嘅機可以講條啦，公幹票啊，根本已發票袋啊，嗌掉冇飛嘅啊，排泄太假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啊，係 new man 啊，根本已係攞開始，我就是 what the 發生乜事情？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上一段最美是問大家講，知道台灣哪一片人最好擺列嘅？唔過你下本大家來選擇嘅時間，假使本你去買東西來擺列嘅，你係為到乜嘅來擺列嘅咧？韓國假使本你選，你最多做定元素結構嘅時間來擺列嘅買啲嘅東西，也係講唔係冇天中去買東西，為到乜嘅來擺去擺結構咧？阿志。其實唔是我講嘅，大家應該都知講我係為到乜嘅來擺列咧。是嘅，是。味道是啦。添解，乜嘅東西？添解，加侖個。我唔錯，慧卿最了解我。係，因為我都係為到結論搞出嘅擺列，從之前嘅 Lady M 啊，張凱冇了後，我就去擺列，就擺到點2鐘，張4度。還有 Hello，不點2鐘。還有去日本咩去擺嘅鬆餅啊，還有擺嘅果汁嘅結論搞，擺幾個人點哦？2點2鐘。跟忙度要就要吸引啲嘛，忙度要開始擺到多。跟結論搞，所以你去擺清佢，唔過你試到了哦。非常嘅幸福，跟西亞瓦城點哦，就會送西亞瓦城都出來買嘅東西，就會送甜筒嘅點哦，真係當好事。好，先問你按姿勢，佢呢家咧，你頭擺味道買嘅來擺列嘅，唔最多元素做得結構。其實我咩味道食嘅，不過我食嘅東西唔會去追求時限，睇大家下污穢嘅，但係味道我根本嘅東西係什麼，東西係什麼嘅，我就聽出係食嘢嘅東西。比方講，幾時節寒天嘅時節啊，凍冷啊，但東西我食嘅12鍋唔掂哦，其他嘅火鍋條店我就冇食，我就是想要吃12鍋，我就聽出係去擺列嘅。古時候幾時節差唔多5點吧，也係4點，5點嘅時節我去
厝的号码牌。出道的呢，还会等几年点哦，等到7点半，差唔多5、6、7、3點鐘藝樣嘅啦。不過你剛剛總係講人嘅方法，因為外邊同學生服務啊，我大擺吼就會睇個門口嘅片啊，看到有人身體冇出來，我就會硬看佢，用啊，還忙出來啊，還忙出來啊，好，我就等他趕快出來，哎，那感覺被卡緊。有快都快，本期精神壓力係冇。冇錯。嗰種嗌到底杯食東西嘅時間，嗌絕對唔會看我杯。嗌絕對唔會看，因為嗌吃到嗌一看一對到眼就完蛋了。我以為是你碰就掰台嘞。真不靠麥，你愛用就調成用誒，都是會適合。我自己拿出來按用給你。我調成四個，加是四個水條。已經不一定了，呢個，反正你一見就。行多嘅唔係嘅寵物順條，哎呦，我食冇。哦呦，好食冇。變態很態，嘅後生誒挑戰咧三沙咧兩三年後生味道咧食東西來擺列個，已經係味道乜嘅來擺列了。其實我頭先有講過，我係為咗新鮮咯，本來有興趣嘅東西啊。啊，之前有一擺個宜蘭拉麵揚到台灣嘅事件，咪全台灣造成轟動嘛。東一擺啊，擺到跟住點兩鐘，哦，點兩鐘、2點兩鐘，大家是擺到當好哦。啊，結果我有擺，我朋友是講上去食啦，我未擺到，啊擺到點兩鐘，為咗去食一碗拉麵嚟啦。我還有一種啊，我本身自己係當好高、當好冒險嘅人，所以而家娛樂業咯，最多人外派學當好高嘅，當出去嘅嘅，我熱天冇去擺。大陸神啊！係，繼續，我咁講，我自己摸夠到，我都出冇來過啦。嗰是大送咧，我哋係大送咧啊！誒，最近大家去日本嘅時節嘛，阿自己就點嘛，佢買個迪士尼，買個環球影城，嘅追求嘅咧。窗頭係擺到門口去，真嘅冇。寒天嘅時節擺到印住。嗰時候都看得出阿自真嘅動好擺咧，嘅阿飛琴咧，你係。因為擺到安印準喺度，梗係擺有比較性嘅東西，比如講特擺，比如講特擺，我是會放廉價嘅時節是一定要擺鈔票。一定要擺啊！佢最驚是擺到嗰種輪到你買嘅時節嘅鈔票，唔係就座位通通賣光。啤酒老嘅排吃只骨，已售完，今日已售完，而且就都唔牙嘅面頭就總三番嘅，哦，現場排隊。佢有時簡直吹心肝，佢有一種鈔票係用難擺嘅，花蓮嘅太魯閣行。還有個普悠瑪，難怪唔搶喎，因為個普悠瑪去花蓮咧，佢種唔得，佢全部用名路去貼咧。佢係名路紅擺列個，你下台鐵彩鐵係兩隻禮拜嘛，最多係一張嘢，比如講係乜嘅廉價時期就係2張嘢挑戰，2張嘢頂尖就快時，快時主分，你是傻傻聽，冇動搖是咪？該東西哦，你就會發現我們的世界網絡真是有差距。係，冇錯，兩個主要經驗咧，時間到那手機那田螺嘅引擎嘅，係，真係見到一手機嘅快態嗬，真嘅嗬，假使嗬台鐵講價嘅網絡訂票系統係天然難擺，我相信冇人講佢嘅體驗。哦，係，真嘅，嘅阿小鳳咧，味道買嘅來擺列咧，雖然講唔好擺列啦嚇。有一種願望吼，係唔想去擺，唔過係喺不得已一定要去擺嘅願望，對冇？咁我而家喺長山嘛，長山有一隻石頭火鍋，先有名。愛啲。嘅老嘅長山嗰片，長山路吼，嘅平常時吼唔是擺，唔過平常時呢嘅皇太后，佢就講佢唔可以有。嘿，等到假日嘅心情好㗎嚇，大家都不用聊嘅時間。我當上身點啊？我就嘅事無名，我去看下，我人係咪行多，我就睇到嘅排隊嘅衫。我就點講？哦，看下司機嘅，哦要添油充能，好做得，我就排司機。排到我2點鐘，我等打電話講，龍太后，我已經排到咧，哦，做得天天嘅準備。就會出來醫治，講你做得先點菜，啊煮好我就到。好，
同乡亲朋友、观众朋友来，小记和根本係最好世界峰會嘅，手抓台天天按到黃小鳳主文擺咧基金嘅，黃小鳳主文擺咧基金嘅，手抓一記哦，睇下打係茶杯天花落來，人白人都唔該睇睇，人都哎呀，小鳳會死嘅，都在開公司人啲嘛，真嘅，睇下打電話來主文，都在天台來聽嘅啦。我話誒，唔做對人係100嘛咁嘛，哦好，啲人係專業嘅。唔過講到擺咧，真嘅有時間會擺到會煩睇，真嘅會唔地主安擺咧，3點鐘就按你過睇，我剛剛3小時在幹嘛？我是哪？我是誰？我在哪裡？我在幹嘛？會有安用興嘅情況，有安用興嘅情況嗎？阿燕珍啊，真係係浪費人生啊！我就會遇到安尼嘅情形啊，唔過我係唔係遇到乜嘅設計啦，嗬，還有乜嘅看獎啊，嗬，我真嘅嗬係遇到安尼嘅經濟發展哦。幾排咧？睇呢度啲錢我爸都大問題。幾排咧？就係我去興那我嘅天發了，我要去繳我的電話費。沒有路就走的。他還講，因為我就會遲繳，所以一定整。佢總唔在用名路，每總唔在去便利商店，因為佢遲繳，想做在賺到佢天星股市去啦，係大嘅問題。其實你唔是擺列嘅，就聽到嘅天影公司，就想講吼來拿個錢咩？我就出個號碼牌哦，再加14號就到來咧，我就順便買個東西來食啦吼。這報告向我轉來，哎呦，還有啥味哦吼？我來等一下，我就拿出我個手機開始看樣片。哎呦，我看到吼我個師傅吼就鼻涕咧，係有師傅就鼻涕，哎呦，係有師傅鼻涕，叫咩鼻涕？冇錯。我就想講，都係都捱忙嗬，哎呦看，哦，限存2三，我就繼續搞，你就動好氣，都係喺馬上本嚟等按鈕，總算等到捱了，已經過嚟2點半鐘咧。我就想講頭前都係發生乜嘅事情啊？結果嗬，捱喺頭前有一個阿伯嗬，叫佢撞嘅，叫佢按咗嘅來，啊結果咧，伊係全部都叫來啊，還有最貼士。全都叫拉，然後叫 online 啦。還有我佢係認唔出夾朋友嘅相片，一直喺講，呀唔係我朋友啊。結果就會夾朋友，拜託。都做到朋友誒。我後那一根錢哦，擺喺2點半鐘哦，迄個我知道一定按叫嘅方向就做唔衰冇咧，冇一定咧，真嘅係。重點係不要遲繳，不要遲繳。真嘅，人家自家錢來看改，就只能說自己活該，冇辦法，誰叫你要遲繳？古種吼，真嘅鹹脆講，嚇2點半鐘，我田壤是做啲 contact 機，係輸完爆米花。不過講到呢個擺到5點9暗呢，嚇個理解吼，真嘅吼，呢個檢驗都居外咩要嘅。冇唔錯嘅，先問睇下第一英國非常有名嘅 Manchester 的球隊嘛，曼聯球隊。好，謝謝大家都知道。這些見識淺薄的孩子們嚟，然後你講吼，我有一擺咧就出道咧，去到中國嚟看球賽。中國看球賽咧就會擺列，因為門票係50錢嘅嘛哈，擺列非常嘅長，差唔多3、4點鐘，真係冇吧哦，我都冇食呀，我都話。真嘅欠噗噗嘅點哦，擺列3、4點鐘啊，哦，總算咧球賽開始誒，我領導我嘅哦，夠2、3年哦，再領導我嘅哦，那個公眾人員佢就講啊，排誰啊，我條嘅公你要買個機台講嘅啦。公關票啊，根本已發票到嘅啊，佢條冇飛嘅啊，排誰睇㗎？唔好意思啊，你啊，係牛嘅呢，根本已係攞。所以我就覺得 what the 發生乜事情？奇怪，你拍按鈕誒！What the？係正經嘅，你談到啱咪都做事。我唔錯睇㗎，無論係香港人啊、廣州人啊、廣州人啊，抗議，我唔錯。健康議真係當強啲嘛，唔講鄉民啊、公眾人員啊，真係本 ending 學抗議都記到我見咧，已經係攞睇書啲嘛，真係像戰爭一樣。就架嚟必須幫你調。跟公眾人員就講啊，排誰太高？哎，你整片我們那個酒吧啊，我們就是有合作的酒吧，有 KTV，唔講那酒吧還是要我們自己來付錢嘅啦，付錢起來付錢啊，一付錢，啲酒吧越你講你食點樣啊？你自己付錢。
天师给求水啦，吼，不过记得就有承诺我们说，等下我哋会带给求神，然后你就用下来做盘。求神呢，求星还跟他这样子面对面哦，还有墙面哦，球星好牺牲哦。好嘛，不是我就留给求神，迄个动作相片，你说迄做对啦。不过我吃到好，你激发就会印证，你听我白讲，5、4千呢最贵。真紧5、4千的东西哈，真紧哈，假使你有命就去拜，拜到真紧唔会冇命咧，系唔系？观众朋友，要想一下，7月去为到乜嘅东西来拜咧？韩国你拜咧嘅时间会发生哪一条嘅事情？韩国假使不你拜咧，无法度理解，嘿。那个东西咩做得摆的嘞？到底系嘛个嘞？等下真来继续来讲了。因为我有预感，就是我要昏倒了。哎呦，对，然后你看不到，我就说拜台，你用干啥？我就很开始，哎呦，很多黑乌哩，哎呦，你用干啥？干嘛？哎呦，副队一家出哎，啊，该副队应该就哭下来，哎呦，那你就等了10分钟过后，我就看得到嘞，看得到了后，我就转去继续重新排队。好，两位阿伯没先转。欢迎大家到咗嚟后上台上嘅节目现场，而家滿度太子係講吃到嘅排列嘅經驗地圖，最歐白嘅排列經驗，排到唔地主啊，唔地愛轉貨卡嘅經驗，唔過咧韓國你猜重有一位啊，唔但將排到唔地主啊，排到人都會忘題會分體去咧，哎呦，有冇按呢？中賞分享。好，就是以前啊，你都會小啊，都會做乜嘅事情，就會追星。有一班嘅，我就真係去替拜追星，嗰陣時我就請好嘅星光幫嘅yoga嘅，嗰陣時就追就嘟嘟嘅從走敢說的人，哎呦，我就非常有電影下。不過佢哋後面有盤的呀，他現在也不是你的了。我要給宋文傑，我回來。就係呢，佢簽唱會簽唱會就啲嗌嘅部開順風嘅微風講，佢說哦，嗌去本地簽名，嗌看記，後來嗌就貼片走去，嗰陣時因為嗌貼擺去嘅簽唱會，嗌冇想到一定會合作去，對了，青島全部都係人滿嘅人啊，人山人海嘅，嗌就非常嘅上網嘅講嘢去了後嘅，嗌就去擺最後面慢慢擺嘅啲咧，慢慢擺，嗌咩唔啲擺結局咧，跟呢條青苔有冇嘛嘅冇雜，咩冇嘛嘅做啲遮蔽嘅地方，咩冇東西做嘅遮蔽，後來嗌就捏到咧，嗌去搞咩唔啲，開始慢慢嘅嗌就硬寬。越來越模糊，我身邊人我越來越看不見了。眼真嘅唔掂，到哪一首猜嘞？眼真嘅唔掂，眼越來越看不見，眼說發台，我就很緊張，因為我有預感，就是我要昏倒了。哎呦，對，然後你看不到，我就發台，你發台，眼就很開始，哎呦，很多黑烏哩，哎呦，你幹啥？哎呦，副隊一家出哎，啊，該副隊我就哭下來，哎呦，我就等了10分鐘過後，我就看得到咧，看得到了後，我就轉去繼續重新排隊。好，兩位阿伯沒先轉。依家可能唔係熱度，應該係曬酒醉。你提醒安尼觀眾朋友，最後就係試茶嘅時間，莫19莫試茶，就阿自己安尼就唔好，拜託。冇。我提倡你嘅觀眾朋友，你去擺列嘅時候，一定會帶點水罐的喲，要補充水分。真嘅，你下家講到按到擺列，本太家來去獻策，唔知道無法度了解哈，你個東西咩做得擺，到底係乜嘅東西咯？阿師傅無法度理解擺列嘅方式係乜嘅？真嘅無法度理解乜嘅，有啲嘅做得翕相啊，慫恿嘅打卡嘅嗰種聖地有冇？有一擺去台東。去到台東點啊？嘅台東萬乃好山好水嘅地方，係冇萬乃就係風景嘅地方。做乜嘅我貼片去到嘅茶甜到豔，去當人住嘅天通私人茶，嚇本人穿一擺來到幾多？就一條樹誒，一條樹誒做得1點鐘，嘅金城武術啦。因為你沒金城武，我說叫伊請金城武。因為有問題。嘅樹誒，萬乃就有雅福卡，點水就河濱公園。你點解去到台東去乜嘅後台唔知嘛？冇啊，因為嘅 Google 有4顆星咩？你就為到嘅西粒神誒。係啊，真嘅。要歡喜嘛？嗱，上唔可以同啊，乜
嘅太好歡喜就做的。係啊，有歡喜就好呀。哎，結歡喜就好。反正你都是沒有老幾擺啊。太好幼稚，講啊去翕嘅書誒。古總，你覺得甜點太好去翕那個書誒，冇法度。給太好嘅字不能違抗，你就為止。因為寫封字誒，就要按呢負擔。小瘋子，今天做得好，賞你顆糖吃。負擔太好去。今日來講，愛給阿志人，你做法你冇法度接觸係排列，係哪一種情況係排列咧？我真嘅唔理講，為嘛嘅愛擺嘅潮牌嘅衫褲啊，還有鞋啊，好像係後背嘅衫咩有去擺吼。我真嘅唔知為嘛嘅愛去啊，就青島嘅時間，我就見過嘅店啊，嘅潮牌店啊，嘅店嘅，就人拿個燈誒。好多街邊，哎呦，拜拜，可以去當採購你嗎？還有我嘅睡袋啊，哎呦，擺掉呀！所以你太入空，真嘅跳下來擺吼。沒有牌，全部水牌啊，都在寧夏。還有我去日本沒有看到，還有人講法語嘅，你說台灣人都到日本擺嘅衫褲嘅，所以都幾便宜。因為一般來講，啲國外吼自由度到嘅風采潑太水啊，嘅睡袋讓人卡出來。係，竟然咁樣衰到嘅太入空啦。我一般來講唔會度到嘅。係，唔過家下既然講到後背嘅立馬嘅神咧，叫誒你嘅後生啊，我本人來講，自家冇法度了解係用半天嘅擺列嘅情況。我要先幫我自己辯解一下。該你自家唔掂，從你擺個蓋輪哥係咪窮人？啱咪唔定你用擺而擺啊！你為到擺個蓋輪哥擺到2點鐘，係咪窮人？我有冇拿燈嘅，冇拿嘅水袋。冇嚴格，其實我冇法度了解嘅係佢台北嘅夜店。哦。應該你大家有時去過。後生嘅時間，後生嘅時間，冇嘢。咩？而家台北夜店個擺列都擺到暗瘡哦，其實哦，佢假嘅啊，點樣講咧？其實只有台北嘅夜店會擺列擺到暗瘡，你去到其他嘅地方哦，你擺列是跟你檢查那個證件，哪天你是做乜去咧？最多擺列是為咗湊個甜腿。呀，你就有所不敵嘅。咩？佢大班都講嘅哈，佢大隻副就做嘢，所以四大係爭去排隊嘅。係啊，仲要見人攞主要見人哋解，明啲。係啱嘅意思係講其他地方嘅係你拿錢是做乜嘢？唔過台北啊擺列擺暗瘡，梗係因為哦，本身感覺哎呦暗檔已經上嚟攞間店哦，你間起頭動入面嗰種感覺啊，就是一種塑造名氣的感覺。係一種行銷嘅一種術。行銷本身咧，知道有意去做對看到痛苦嗰種，嗰種感覺。其實你去哦，是那個沙丁魚港啊，個球場啊，全部跟你哦，醬嘅，嗰啲海參館，海參館，大家做馬沙巴係冇，大家就講到安尼係。咁講到有名嘅事情，而家後擺有搶過乜嘢有名嘅東西嗎？我冇搶過啦，唔過你係非常唔知種嘅有人學嘅時節嘅義美好奶茶嗬。大家啊，7做8做就係去 Costco 去嗰邊嚟去搶呢啲嘛。呢個都當然就係行銷，行銷手法佢其實地位有青島本地唔係可能真正上去買嘅嘢。當然咩要上去買呢一種研究人都嘛嘅，家要講到羊群效應。用嘅，大家都係用嘅，你下去看下 Costco。馬上係用啊，馬上去去擺，冇啊。真嘅，因為嗰時間我朋友出去買，佢係想講啊，做啲排呢片唔掂嘛，佢就買5組，一組睇下有3瓶嘛，3罐嘛嗬，買5組佢就送半唔咯，全部後面就送半嚟掉，我就想講佢都係這種嘛，佢懂大送。100啲嚟嘅啊。係啊，我想過啦，物以類聚，你是羊的，還有是羊。看到太感在笑，我買一次都懂對不起。真嘅，對不起自己嘅錢包。哎呀，我嘅錢包講佢想去買嘅東西，我要留意買下來，哎，是唔係咁講？咁我兩個人就當大送啊，佢飛機，你遲到就冇法度去接受呢種擺列嘅情況。最冇了解嘅嘛，最冇理解用華人排列，大家都去看全世界哪隻國家感應最好排列嘅？台灣唔係台灣，要啱用路黨嘅新聞，其實都係英國人最好。英國人用百英擺。
因为记得起头排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Hello， 你喺詳細 say no 啊？嘿，就啱咪起頭啊，伊是記得嘅文法吧，和記得是係起頭講，只要排隊就可以受到公平的待遇。哦，哎，該新聞美霞2011年發生倫敦大暴動的時候，是因為一群暴民哦去衝擊便利商店，結果記得咪係排列的去衝擊。哇！其實總在了解係講排列的大家都做得衝動。幾台本然創喺機上，有咩動搖軌跡嘅？係天天嚟嘅。我衝動到，希望係用嘅。係啊。不過你講到咧擺列嘅事情吼，大家咪有研究，大家啲台灣有連鎖的素食店有3間最主要嘅，麥當勞、肯德基、摩斯漢堡。記得擺列嘅風險咪冇強讓哦，你來看一下睇嘅麥當勞，強只時間為開3隻開台，本自家來托哪一隻列咧係2擺。第二是肯德基一隻時間長開一個開台，自家就強一片來擺列嘅。第3就摩斯漢堡就係高鐵方式，就快動到列了5個。台價強容擺一條，然後到前面的時候再去分散到冇強容的開台，你會選擇哪一種應徵？我應該會選擇摩斯巴噶摩斯亞嘅方法啦，因為我知道安尼較公平啦，咩唔是幫人訂東久啊。不過其實老實話講吼，亞下就有個天字買訂從嘅服務。甚至用路後面做嘅租嘅。就我亞下是麥當勞嘅時間啦，我就自家去順便傾下傾，那個切多啊落去，我就唔是排隊咧，懂偏理啊。真嘅，咁你家咧？我我選麥當勞。麥當勞做乜嘅？因為我同好食麥當勞。你要帶腦喎？開台係一次來現場，就像講喺個藝廊藝嘅朋友，叫下來去食麥當勞，但係做得很見去排嘅味啊，藝做很排嘅味嘛嗬。我藝佢做當家嘅感覺啊，嗰時候藝會成日麥當勞。真嘅，後度腳已經可能會選喺麥當勞，因為度啊，因為拉幾度頭髮，因為度天本嘅元氣荷爾蒙啊，唔係用佢嘅黃小鳳呢3種半湯。嗱，知道有3種用嘅湯就唔錯。跟住你湯哪種？我湯Foodpanda。你有尊重 Uber Eats嗎？對啊，跟你做得跟埋咩係夢見黃少峰，你給我出去！唔係啦，就剛剛講嘅嘛，有麥當勞有乜嘅，傾傾咪就做得。冇錯啊！天花沒有五紅，我一通天花，我搶人氣呢，聽咯，我嗰個地方架頂啊，嗱，佢嘅成隻櫃台起到幾度，咁樣講嘅。冇事吧？㗎，冇副片係濕度到嘛？梗係點啊？現場佢拉住恐龍。係看唔到嘅櫃台嘅人，當然，情景動人，跟係訂貨台，我已經係Foodpanda。情景好。如果很多都是浪的。係。不過黃小鳳按嘅做法，正經係印證我們講嘅，昂然就出力，經驗正經就出在就好嘅。解釋咯，經驗啊出呢種在是做嘅哈。觀眾朋友唔係想下，你假使讀到呢3個情況嘅，是不是？你會讀到，唔會選擇哪一種來去擺列咧？韓國你咧，這麼人家出去了嘅時間，聽錯會讀到愛擺偏數嘅情況，用版型來解決咧。等下再嚟繼續來到大家向下打追鼓了。你就看到前面就一3人，下一隻就去嗌，結果佢一開口就講，做得咧嗌多誒，結果原來就780。而啲好朋友全部興日本嘛，去了解就唔好排，日就去戇嘅，佢就天天排啊，排到我多嘅時間就打電話興日就盡咯。我要同講啦，係咪自己攻擊法啦？而咩係按嘅啦？嚇，黃太太，係啊，都係，黃平年時間咧。我讓大家多轉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家問過太子家是純粹去問問，唔係假使讀到呢3種嘅時間，因為同哪種？我是到最公平嘅漢庭嘅摩斯漢堡，自從高鐵排列嘅方法共用，所以大家去強片去
同一条起跑线，在同一条线快时来排，快时来排已經最公平。哦，真嘅。雖然可能唔係最佳，不過係最公平嘅方式。咁我喺呢度攞背時隻接上會拄到啱啱嘅，尤其係細模已經講。相片所以時隻，你啊3種半夜來讀，咁天錯會讀第3種。天錯係第3種。做乜解？因為安尼係最公平啊！大家共用嘅同。同條線係同條線定啦，因為講你去到比如講2個人度嘅定是從因大家麥當勞共用，然後佢都講佢會唔會實實出來？你家我上邊做佢就用麥當勞，你讓佢賭，你讓佢賭錯法，看下點樣樣是有好嘛？你就賭比前面嗰陣都係黑太好呀！係講以後佢上校叫緊一時進去電動，因為電動一劍到斷掉，真嘅會綁體。還有一種是係我知道電動人，他不要走很遠的路。哦。其實太近，是動圈子，你是會變成很多人在排隊。不過從我看到安東人都在排隊。就帶胎我是感染很好人的，機長會帶胎嘅眼背。幾個帶杆呢？係幾個？冇叫人其實唔叫。佢都唔是帶佢包嘅字。我睇見啦。不過咧，你下問題就係講，喺呢度擺啲嘅時節，最鬧嘅事情係乜嘅？要鹽來插落來。Hello， 發生乜嘅事情？我看到一目睭係正面，我看到大家都了解擺啲擺檔橋，以下插落個係乜嘅意思？你拄到情況時，用緊插嘴嘅時節，用解釋好先。其實哦，細時節哦，乃係拄到兩種事情，因為新冠都弄年。不過我到台時節，我又發現哦，你乃係冇撈嘅一種人講哦，其實係見來見陰重，見來見去。兩種人哦，是有一種那種得過且過。所以哦，我台到一下出去哦，乃係拄到兩種事情，我什麼台上講，你有乜插腿咯？啊，你後邊你都按到你冇看到係哦，你是學聰明，我都後生，我都其他人成戇古咩？係啊，今天假使冇來講，就是姑息養奸的。係啊，給阿志演杜丹情況的時節。我老好心強，我眼都會出嚟非常聽講，冇插嘴。哎呀，見到就嚇到，因為呢，我講我非常的太上，嗰時候大家都會看人佢插嘴嘅種，冇插嘴，全部就會用。大家就會感覺看佢玩，佢就會講非常的害羞，非常的尷尬，佢就會慢慢行到後背去。因為我感覺擺啲係非常基本嘅禮貌，嗰時候我就會搞佢。冇錯，我要禮貌，真係有禮貌。不過講到咧插嘴嘅事情嗬。好心沒有，其實沒有過啦。係，我係因為有真緊當急嘅事情，我去到別地方。不過嗰時哦，我去到嗰火車頭嘅時間，我看到我坐嘅嗰邊火車哦，差5分鐘是咪到咧？不過頭先運動到啊，我是動緊啊，我是問講係誰啊？我因為我時間動緊，我坐嗰邊車，你坐啲半夜先擺麼？熱殺安尼門，嗰東西哦，好啲哦，嗰大家已經是當成量啊，本來先賣落去，嗰應該錯咗差，要時間到咗改變啦，嗰應該是真緊當檢查，嗰所有本來先賣票嘅。台灣講嘅風景，台灣版錢難拿，唔係有錢嚇。不過真件假使你真件上去綁錢去擺咧，你真件要買嘅事情，你開做我相信大家應該假使冇趕時間就會用嚟擺，係唔係？阿英真咩先你想？我要看情形嘅，因為有陣時候拄到嗰種有出生日啦，看乜嘅卡綁東西動到嘅人啊，就想講好咧，算咧嗬，其實已經冇干冇殺啦，綁出去咪係咩係日行一善。不過最近就係講乜嘅，有人真勁嗬，喺動歐巴哦，遠遠就看到佢宿舍嘅人講，哎呀，當叫冇看到咧，就按呢默默的就進去了，我啲好朋友就想講，哎呦。都打會同佢講，行喺冇同佢講，就只能默默吃悶虧，騙到。本來就叫正經東家，不過我遲到咧正經，其實佢前面打招呼都是假的啦。佢用咱們根本係假口，佢正經嚟讓你插落來。係劇本。佢有那種劇本嘅感覺，嘅小鳳咧都喺呢插水嘅人嘅時節。係嘛，要到嘅嗬，你就看到前面就一三人，下一集就會嗌。結果佢一開口就講，做得咧嗌多誒，結果來就783。你啲好朋友全部興日本嘛，去了解就唔好排，嘅就中意戇嘅，佢就天天地排啊，排到我多嘅時間就打電話興嘅就盡咯。我要同講啦，係咪自己攻擊法啦？
見咩係按的啦，哈，講太太好，啊，都係。好啦好啦，嘅呢台咪喺動到人，如果遇到動我冇嘅喺度嘅，動我冇嘅係，一兩晒就算係吧。來要到後唔係不然有意見，佢就講我冇講喺經濟排住買買嘛，佢除非日後重要，事實上係全部愛，要冇啊，哎呀，又會強又會，因為有呢種本人強愛嘅，咁就唉。你咪懂按摩這樣子，因為拄到按情況嘅時間，你咪知道嚇，你都按用起咧，跟用解釋，冇按摩曬嘅情況啊，係唔係？嘅理解咧，你拄到按嘅情況，永遠要插出嘅時間。其實我咩老見到強用啦，就係那個 hello，冇看到我係冇，冇看到我咩？因為講可能情嘅方蠻多，故所看唔到。可能唔過其實喺老人家嘅話啊，就會原諒佢啦，因為可能老人家有時候就係。佢可能卡唔掂啊，也係行通無方便啊，唔掂，就會原諒老人家。我覺得香港人嘅話，我就想講真件愛教育一下。俾你慳100鐘你媽嗌哦。老人家，因為這個老人家，老人家多謝。嘅回去拄到啦老人家啦插嘴嘅時陣，係唔係真嘅冇感冇曬？當為難啊，因為佢係老人家，你係用機還係唔會用機？你係唔用機是遲到自家重新動快，係你係用機，咁你是自家嘅老婆要用出。那個容易。講嘅老人牌明啊！係，G K 係咩？你而家想喺炒火柴嘅時陣，係咪會拄到咁樣情況？係啊，因為有啲炒火柴嘅時候，有啲一件線就會凍結，尤其係凍到去北美啊，就唔係譬如就譬如就係麻煩，就比較想揾送茶咁樣。都得，都做埋計，個茶有冇走題拜託？就都冇禮貌咩？我說就真係愛教育一下。你們哎呦，上課。係咩？嘅後先嚟，唔似㗎。我係感覺你做咗擺列咯，你上係偏數，出去讓做那個感覺做得。不過吼，你那係因為有個小聰明啊，想要來插隊。你們喺小聰明，砸落去動靜啊！市場挑戰講誒，按叫麼可能按兩種啊，我是咪做唔得？不過你那係正經要當幾個事情咯，我相信啊，你係門挑戰嘅基本原因，容易，你係台灣人。係，你話台灣人最好睇真係講嘅係一年煙千梅喺當中，咁個基本係用乜嘢？冇講，我話係我還有一句話講，唔講唔係乜嘅事情是做得安應用嘅，這不能濫用。對，不能濫用，絕對唔好濫用撇上人嘅同情心，然後同理心。坦白，你就冇同理心，然後同情心做得嚟。你下回就睇下嗬。愛冇愛，大家因為許多，這是一個很僵硬的社會感覺嘛。不過大家根本講到按照擺列個情況，大家都知擺列係當有禮貌嘅行為，喊擺出去了嘅時間，千萬唔好做一個冇禮貌嘅人哦。記得下禮拜香港時間，我哋繼續來視看，我哋嘅香港海上股，要爆大家股。